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到嚟收聽本嚟福建嘅節目，因為長咧細聲嘅節目 ，anyway， 不要緊啊，這個禮拜嗬，成日辣咁樣做，真係錄音。然後我到啲 Clubhouse Special，Clubhouse 請到我 Clubhouse 當今是特別嘉賓嘅，就是我係主持阿君阿蕉歡迎。Hello， 然後個有阿玲，大家好，歡迎。按照阿蕉嘅細聲嗬，阿玲嘅聲個大聲，阿蕉聲細聲。然後個有南西歡迎，大家好。你乜細聲啊？我真係細聲好。嚇，there you go。一個俾撳了亦唔係。我係咁，我係咪？啊，撳咩成個都撳掉你郭富城嘅ปั๊金，然後個有小寶歡迎。大家好。你好奇嘅，中意華語。哎呦，我只看男模係小英。然後個你看到咯。OK， 然後個另外就我冇食嘢，就所以我見住是背聽嘅。我們想特別冇清晒，特別有白嘅小英啊！誒，等我係 screenshot 就所以我或者做我 album cover， 我係 YouTube 嘅。YouTube 想做下，咱就冇 video。定等我做，定等我做咧，你當冇小英，係我係變嘅，即係我做我係變到對郭富城就冇情殺小英哦。我但係林冰強開 angle， 你 get 嘅。你講我小英是情林冰嘅話，一盤到西，一點。Michael Jackson 你去裝衫是可咧，一綁喺 bling。冇，因為第一個透明嘅咧，一卡餅個透明佢哋都變做成林冰一啲咧。你咪不要緊啦，辛苦咧水，人嘅人刀一個情林冰咪真好看啊！冇成日人嘅看情是水一冰過來是人拗。OK， 我 play 埋 opening 啊嚇，有人嚟係咪啦 ？OK， 嚟ลอง start ลอง take over。take over。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郭富城。Janet Jackson。我哋有請華源朋美小監製黃尚偉主唱郭富城。第4晚心情。作曲倫永亮，填詞周禮茂，編曲倫永亮，監製鍾明一，主唱郭富城。金獎得主郭富城。恭喜郭富城。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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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阿龍嘅林冰嗰個大地，呢個都叫想，呢個都叫想啥？這條歌應該嗰人聽過，然後就出來伊對，頭前等陣我未講，我未講。意思，你做嘅直接是你跳舞嚟叫阿陣。嚇！我做嘅超靚靚嚇，超嘅嚇。我覺得啲要幫啲你大陸看掉潮啊！到底得落去啊？到底得落去？recording 嘅事嘅，佔是 recording 嘅事啊，recording 嘅事咯。到底我做啊？下啲嚟做嘅，拎住我 playback 啊我是咯我啊，直接我是你講啲，因為我講90年代嘛，90年代嚟陣時喺你別說。有你定跳舞啦、跳灣團啦咩？因為你舞只紅嘛，係是。我未講伊唱歌嘅淡薄差咯，伊唱歌。伊華語，伊華語佢差唱歌咪是差。唔係你看，伊頭一地 OK， 頭一地歌。就是代表蠻進步啦，即係人是講搞唱歌，那個做過先嘅就，即係郭富城呢是唱歌，是教學唱歌去。伊是dancer 嚟嘛，都是講啦，伊是會背嘛，伊身軀水面好看嘛，所以問人嘅白伊唱歌就係見那見到家陣人唱歌嚟嘛，頭時。冇伊華語講講金嗰是白，一嚿嚿啦，好淡薄啦。伊 DJ 唔知就住咯，伊 Mandarin DJ 我講華語。伊是伊嘅 feature， 伊嘅 special 嘅 feature 啦，伊就是講話就音，華語就音嘛。特別唱歌本時就差啦，唱歌成件哪呢？成日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呢唱歌。即是講郭富城嘅派話。特別 cancel show。冇，伊那是你講伊那是講。我被聽過把啲新嘅歌是 mid career 嘅 the end of the career 當今嘅事，佢要進步掉 ，OK， 當就佢掉。I mean auto tune，I mean 嘅了，伊成個就伊唱歌，我冇聽過唱 live 嘅頭嘅事。有啦，我看伊 concert 個。可能有攤，反正有攤 compare 嘛。OK。當今嘅個仔。伊 live 嗬，伊無上架，伊個跳舞個唱歌無傳嘅，佢就有伊好無聊。你 fit 啦 fit。啊，一 bit。OK， 來，人講 ，OK， 這是比較唱歌嘅歌聲，歌伊唔是講比較唱歌，是講有人是真正成個是，人講咩啊？偶像派嘅係咩啊？實力派啊，實力派是成個講張學友嘛是唱歌，對咯，有時講緊你群嘛。啊，特別 performer 啦 ，make a case， 啊，對 ，performer 伊是真正好，伊是 performer 嚟，伊performance 就好啦，伊台風就好。OK， 就去講。所以今晚這條嘅對你愛不完嗬，是伊頭一個 album 嘅第紅嘅歌咯，真正紅加唔知紅加迄時嗬，我真係見咯，因為。只是基本幫伊嘅歌嘛。一個人加上頭毛。嚇，加上伊嘅頭毛款嘅頭毛。伊頭毛成差嚇，因為我未記啊，等我吹下。成得白丁啦。係啦，阿莊本4句好啱看，你夾過伊嘅時候應該好啱看。我是唔是甲盲光咗隻？是有小影成，你是郭富城嘅頭毛咩？伊後尾佢成記你愛卡吹呢，可能接起來是唔是伊？你頭毛，等我去 Aaron 歌出道是啥咪？19係咪？1980 90，對你愛不完是90咯。但伊只 hit 咧，伊是 hit 咧廣告啊個硬嘅嘛，大台灣。伊是隻人導啦，伊是一隻人導。伊 before TVB， 伊是啲 TVB hit 嘅。對。伊人都講特別粒沉靜嘅面係是，伊就冇成日。有淡薄沉靜面都話曬喲，冇嚟等嘅數啦。冇伊目睭呢大粒，成勁勁嘅呢。目睭大粒，目睭大粒，伊啲別個中國人嘅面嚟。我真就是冇想過，伊淡薄成日參到淡薄成個係蒙古人，還是淡薄係淡薄個 exotic 嘅面，冇成個係漢嘅，特別個係漢嘅面你知道？伊是東莞人嚟。東莞係咩數？東莞咯，廣東。這個地方啊，這個地方東莞啊，地方。哦，是到啲南部嘅。而且阿龍後邊。咁佢哋成日沉靜就冇嘢。
伊是廣東東莞嘅關節啦，關節是東莞。東莞可能馬來西亞食蕉有東莞。伊就冇日本那邊咯，咁咪對。有咩？伊無像特別個長人嗰邊啊，咁樣。啊，對。伊個目睭，伊個，因為我長人較濟是豐原嘅嘛，伊無豐原，伊是迄種薄粒加上加淡薄。雙眼皮，印度啊，伊淡薄參正，但係 anyhow。印度嗰種人講。阿龍，我喺南邊嘅殺困去。係咯，伊殺困了。你講伊唔是伊嘅 fans 嘛？伊講伊今日聽啦嘛。我實講嘅嘛，我唔是，我唔是講。唔是我唔是特別原因啦，我唔是 fan， 我冇笑伊啦，特別我知咯，我就講伊真正出名 ，because 伊真搞跳舞嘅數，是咯，伊真搞跳舞嘅，台風好啦，伊查名啦，我小音樂，阿龍嗰隻話小音樂，冇 ，sorry， 冇啦，冇，伊是做食早餐，食早頓。OK， 嚟就去講了。我會記，特別我會記到滯哦。伊頭毛我有過，我教過本頭毛，伊唔是，because 頭毛只教嘅。你有學嘅時候，英文看誒。我頭毛只教嘅，所以只就成日出嚟行嘅。伊只成日跳歌呢咪頭。แล้ว我個不到底即抄波位，我去但仲半啱邊嘅時，我會叫我朋友啊，小啊，話俾 CD 啊。哇，唔是 CD 啊，唔知 cassette 上面，哇，講乜啦？老闆聽，我話在這啊，郭富城啊，哇，作家寫笑，你可能叫我記住聽啊。你跟小嘅朋友會使叫佢嚟聽啊，就是啦，我唔知是撞嘅呢，我係見到啲得，啲潮到啲得咯，到啲知聲佢哋，但仲冇俾曬搞啊邊嘅，就曬狗叫咩？Hillside 嚇，Hillside 入邊嘅，我去聽啊，佢哋屋企住，打卡拉車去嚇，伊就係 excited。佢看 video tape， 佢看 video tape， 看伊跳舞。佢真係無賺啊！特人就條尾嘛，所以人有人就白白。要見我個唔是寫小語嘛，所以個冇出嚟俾人哋當咩tape都冇嚟啊。郭富城是我頭一個小嘅 idol。哦，哇 ！Asian idol。係咪你係重陽啊？特別聽到時。我是我所講 New Kids on the Block 嘅嘛啦。我是 New Kids on the Block 嘅自己啊。แล้ว郭富城哇會跳舞哇 so cute 頭一個即係講咗頭一個，แล้วกับ我 friend always rivalry 嘅樣數嘅 Andy Lau กับ Leon Lai 嘅 Andy Lau 是劉德華嚇，แล้ว佢就我依家好，我講我就講郭富城嚟講唱歌唱功是輸亂嘅，但係呢依家會跳舞我屬㗎。其實 preference 冇相啦 ，fans 嘅了是讓歌迷啦是。會人熟噶，出個唔出個唔要緊，要緊是啲大邊噶，引導的顏料。哎呀，做咩地料？冇啦，我咪講接落嚟，因為嗬，對你愛不完了咧，嗬，伊接落嚟這三條歌嗬，真正硬咯。哦，是 album 叫咩？album 叫咩？林晒咩bằng嘅應該是伊 album 嘛，對你愛不完咯。OK，相名。嚇，所以。南西講緊咩bằng嘅嗰時，嗰一條歌大隻個 album 裏邊咧真正硬嘅，然後接落來個兩條歌啊，隔咗三條啦，這三條咧。咱放下播誒，使 discuss 啊。嚇，我隔條捌聽過，我隔條捌聽過這三條歌。但我上回去大多都是。我剛才講郭富城的歌，我是想到一條呢，對你愛不完。知不知道你超人大？呢個叫做知不知道啊？唔是，知不知道？冇聽過。那家燈橋很光。千千萬萬秘密，零零落落內心，一絲一毫不敢告訴你。在。
卡拉 OK 歌，我就是你却不能不懂。你把这个我唔知大多叫咩歌。呢個都講啊嘛，難道你現在還不知道？佢講兼個唔制嚇，佢講兼個唔制是唔是？唔制啊！唔知你睇下，佢講見過嗎？誒，連都把路真正我冇聽，有誰能夠告訴我咯？冇啦，唔是啦，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是？確定這條歌過啦。阿玲，你們笑呀？你們笑郭富城啊？你聽到笑是當劍個笑起嘅。我不知道。干了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佢個超齡帶，我不知道，叮叮對對。是咯，伊個華語名，真真。節地嚟節地。這個不聽過，這個不聽過。我未聽過。不知道，你不知。免看佢為什麼要唱吼？講劍佢記過啊。我未。我會記啊。特別我聽過，我聽過。啊，這條歌名就不知道，是不是歌名咩？我聽啦，要來啊！哦，我未過。要來啊！要來啊！來啊！來啊！啊！來啊！來啊！來啊！我是不是該安靜的走開？我在等耶，在等我是不是知道我是應該安靜的走開，還在你等待呢？叫歌名咩？講嘅。我是不是該安靜的走開？哦，我是不是應該點點的離開？是啦。OK 啦，拜，離開離。冧晒你，冧晒，mute 掉，mute 掉，冧晒就 mute 掉。去瓜啦，係咪？第三條是要放嘅嘛？哇，我 rehearsal 了啊，我 rehearsal 了。未記啊，蠻未記啊，冧晒就無影嘅夠驚。哇，轉來嘛，嘛 plan B 啦，嘛咯。係咪？唔是這條歌啦。哎呦，是。掉。你作為 producer 頭殼別啊，我講。吉到先。係啊。多三個有。要怎樣回到從前？從前。做流浪的夢，和你再相逢。請你告訴我，是誰說最堅強的承諾，如今卻變得脆弱？請你告訴我，是誰說要永遠的等候？如今讓我孤獨地走，轟轟烈烈，風風光光，我又曾經擁有什麼？來來去去，過過往往，真心付出，結果又如何？請告訴我，到底要誰能夠告訴我？我想冇聽過這條歌了。這條歌乜嘢？靈媒啊？第幾專輯啊？第二咧，冇第三咧。等陣我看下。應該是第三。我唔捌聽過。這歌是甲李修賢就是會歌的嘛？我咧叫咩啊？叫咩啊？死我未記嘅名。
伴我重横哈。伴我重横對，伊quite serious 嘅咯，唔是迄個。伊做夜小弟嘅嘛，伊做夜小弟嘅。咁唔對，我特定。伊做戲點解本咋？亂講啊，亂講。我唔捌聽過迄首歌。你唔捌聽過啊？呢個真紅門，呢個真正紅門。你還沒講？即係牛奶做戲真好戲，你感覺？牛奶啦，我講到嘢頭正啊。爸爸嗰時係咩意思嚇？真正好嘅。父子唔是爸爸。父子就父子了。父子啊，父子。父子啊，父子。唔知個，三叉後半。啊，對，三叉後就。一再搬嚟出嚟，而家正做啊正好。馬打兒是三叉後就，馬打兒。馬打怪節啊！馬打。OK， 馬打怪定大家唔知你嚟到這裡做咗。係咪流冷嘅呢一條啊？流冷嘅你先入流又怪，梗係明白你講嗰啲。流冷嘅在馬打上面做。嗰個攞出私家偵探。特別一早戲有擺咩？點解是？要查咩？古早時茄喱啡嚟都就陳松伶要住你天涯歌女啊，依時茄喱啡嚟都就哦。你古早做茄喱啡嘅。特別茄喱啡度冇特別講，伊是未曉做戲，伊特別我是在講伊唱歌是麻麻地，是講伊做戲 OK 哦。我在台風就好誒，台風。伊做戲嘅 later on 伊 start 有 role 咧嗬，伊就做個正好了。頂到頭是無呢好啊。伊攞青年，伊 focus on 伊 movie， 伊 focus on movie，然後 after that 伊就伊 awarded 㗎了，伊 start 真正好了，因為伊超過一邊㗎，伊幫辦了。伊是贏影帝嘅，唔是講贏你茄喱啡嘅 award，OK， 是贏影帝嘅，佢哋興嘅。嚇，伊拍生嘛，因為是伊安尼好看，伊無做戲是拍生嘛，是伊咪 focus on 做戲。伊做戲唔是講伊好看嘅咋，伊是做戲伊要做 ugly 嘅 side 嘅 side 嘅就未歹嘅是。我哋見迄個印度嘅人啊，水人做 ugly side 一下，就到底做喺邊歹看嘅。你平常時，你誒，你講 at 印度過嘅，伊歹看本是只印度。杜蘭嘅，等陣哇！你看一看面，我歹看一個，哎呦，變成到。伊是真投入嘅咯，伊做伊戲嘅時啊，伊嘅 role 啦，伊真正真正 involve in the whole， 伊係伊唔是講即係做 mid career 啦，你是講一半，你實 after 伊 start 伊唱歌。做超人。咩做超人啊？我在銀湖呢，銀湖是超人。啊，銀湖做超。銀湖會做超人，你就一神掉下嚟。就迄個是有梅艷芳加劉德華嘛。啊，你好看，你是梅艷芳加劉德華是 man 嚟嘛？人是 man。伊是超人咯。伊做超人咯，伊只做超人嘅戲。我最近這幾年有一出是胡霜，而家。哦，你好看，甲周潤發嘅。交周潤發嘅真好看，未使講，你講一下冇未？未使講嘅 story 嚇。真正好看之出。無雙嚇，真正好看，咱會使去看。無雙就是講無 double 啦。無雙無 double。啊，無 double，你好看，我而家好看。幾年戲？我看落去，因為伊講嘅是抓字，因抓字，好看啊，無好看。迄一出戲吼，迄一出戲吼，是我大馬來西亞看，後尾一出去迄台看戲啊，我個過來真搞講，佢唔捌去迄台看戲啊。可憐呢。伊個 ending surprise 哦。我甲你講啊，1,800真嘅類。我甲你講，你愛看戲，你不到時，你家啲面部看唔到你 computer screen， 然後開嘅時候，你家啲手掃嘢。唔係呢。我想個燈開然後，我 computer screen 咧細嘛，我 laptop。你其實我咧係當你成個頭伊 screen 就係大啊，成個斜頭一擺嘅呢款嚇。咁樣壓啊莫管你 screen 佢點彈佢壓。OK， 咁樣講下你第幾條歌？第三條歌。嗰三條歌是大一個。第幾 album 咩？第二、第三個 album 咯。1991年出的第二、第三個 album 是我是不是該安靜的走開場？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後尾一條我唔係聽過。
你這麼條紅本啊，係一條，所以你好1991年時，就是叫做你最有前途新人嘅金獎。哦，啊貴啊嗬，因為紅啊嘛，到台灣紅啊嗬，一個獨隊去香港。哦，所以香港冇紅嚇。迄時香港冇紅嘅，所以是大台灣嚇，一大台灣紅星啊嗬，紅間嘅紅啊嗬，一個對一個有的 chance 對香港啊嗬，出 first Cantonese album， 一就是嗰啲台灣紅是特別無法，特別得到。是咯，了你對香港啊嗬，92年8月一個出 the first 後一個。香港嘅 album，Cantonese album 咧。哦，所以成頭晒 album 嗰陣是華語嘅。哦，第四嘅 album 佢對香港嘅出名啦，佢去香港嘅功夫嘅 album， 功夫係出係咪歌？講金棒啦嚇。會聽下，即係香港頭一個功夫 album， 未必我聽過。是頭一個 album。哇，滴滴答答。這是幾年？1992年8月。所以這條是伊嘅頭一個 album 嘅，唔頭一個 Cantonese album 嘅第 hit 嘅歌咯。係咪歌係叫咩名？伊 album 名咩？伊 album 名嗬，真正長嘅名跳不完、愛不完、唱不完。哦 ，It's play with it 咧。哈哈哈，對。因為伊是倫永亮嘅嘛。真係話你聽下，你就感覺講倫永亮嘅鬥就成啲關係。哦。我諗你試試阿蕉。我本標條。阿蕉就國考係啊。唔知點算。哦。所以這條是，這條是伊是較輕快啊，較快嘅歌咯。然後這個 album 好像有一條歌。咁辦嘅啦，我們是真好聽啊，然後我們是怪 hit 本嘅，就是這條歌。是這街中的四周，仍然是這夜晚空氣在浮，騎着電單車的黑皮褸，懷念你那雙手，從來沒有飲品自由酒，迎着夜雨淚更爽快地流，從來沒發誓一生永久。還是會心傷透，我為何讓你走？一走了你永遠再不回頭，然後我像跌入鴻溝，誰也沒法拯救。我為何讓你走？只因你說你有你的自由。
無奈我為你而放而難收，從此飄於世間，像夢遊。所以這條歌名，我為何讓你走？我為何讓你走？你未看到我係拼啊？你未看到我係拼 image 啊？未喎，有咩？我看到啊，冇喎。有看到。你阿妹拼？冇喎，這邊冇喎。我覺得香港看未到啊，等我離開一陣嚟看。有好嘅 hit song 咯，一句啊，93年一個出一個 album 叫《沒有你的愛》嘅，然後伊個 album 嘅 cover 咧是伊劉白瑤嘅咯，劉白瑤嘅，然後佢啊，等咯，阿咩冇伊個歌 album 名叫《愛你》啊，冇唔是愛你，愛你是before that， 愛你是93、94年嗰啲時間嚟。伊 poster 我有。哦，OK，我除掉啦，我除掉。安怎未下？伊係。成個誒是咩？郭富城沒有你的愛。愛你是92年嘅，愛你是92年出過嚇。伊成 single 嚟，不識嘅。小英。我跳過一個 album 而家點啊？有的 poster 本咯話，愛你。有，應該都俾 cassette 有上 poster 咧，就多啲。嚇，是咯，古早俾 cassette 有上 poster 咧係嘛？嚇。你今日幫旁邊嘅念啲念啲表，昆車就看到佢目照。有個郭富城那個牛記真的บอก咧。哇，小氣哦！那個 Tommy Page 係上嘅。Tommy Page 個咧嚇，上嘅嘛。我講先，現在房間一人一邊，我就伊個是牛記真係一時個 Jordan 那個嘛，然後郭富城嘅一邊。啊，講緊未看到啊，講緊看到啊。啊，是咯，這個咯，了。佢沒有你的愛可，亦過咧舊後尾嘅時候，你仲唔答咁樣？你唔就搭巴士？你仲唔打電話俾我？點解你仲唔打電話俾我？是唔是？有好潮嘅咯，是咯，嗯。然後佢你冇掛咩？嚇，你冇掛嘅，之後掛，特晚都哋崩掉下冇有你的愛。冇，特晚崩掉是我為何用你走？你聽下，你冇崩，係啦，我會嚇。聽就我會聽啦，OK， 等陣下。嗯，然後我其實小英很快 cassette 嘅小英，你當劍爽就當劍誒，個時係睇嚇個時咯。嗱，你快 cassette，嗬，你大青蛙係小英看。啊，望到你對你嘅嘢啊。吸埋使幫小英啊，老實。講好嘅啦，就是講好嘅。呢是唔是較出名唱慢歌，還是較快歌？頭殺嘅時應該是慢歌，然後過一下決定下，就來啊，也快歌㗎了。94年 start， 誒就係情林病嘅 concert， 嚇是。定頭部。為你。匆匆刻意避開，憂鬱的永遠。我未聽過啊，這條歌。誒，你聽過啊？嚇，個朋友逼我聽是唔是 ？Maybe 咯，佢巴當你叫我聽。巴當呢邊個逼我聽，喺邊逼我聽。我當時我是去卡拉 OK 嘅時，特別即93年。我 still 啲㗎，93年我 Form 6。嚇，你唔捌聽過啊，林西？我唔捌聽過。Maybe 這個 album 嘛，捌條歌較紅啦。誒，喂 Form 6，Form 6頭我就是呢咯。喂 Form 6頭我就是成個字，郭富城頭。你講攰嘅時都講黃色係。啊，成個我就胖嘅啦，咪咕興啊！我係變隻胖。
似春天他一去未再來，沒有你的愛。OK， 我冇聽過，冇識到我聽過。浪湖哦，浪湖 album 隔了大人。知你冇？這個 album 嗬，我們冇。我加後面啊，我係八比CD 係嘛？有咯，係後面啊，咯王啊，嗰啲少女啊。我少女嗰啲係一個起行，一陣人起行，I think 人起行講有出。哦。喺度俾佢拍係嘛？點解？哇！我都講 the best father in the world man。因為香港有呢，迄時我馬來西亞冇 CD 過。啊，實真 CD 啊，愛order。因為我啲 CD 店做過嘅，點解？哦，我啲 CD 啊，迄個對你愛不完去啊，我爸爸跪塔點解係嘛？哇，佢 happy 咯！啊，佢 happy 啊，你 happy， 你係冇啦？誒，我個地，我 CD 個地個了個燒掉個了喺啊那邊，喂 CD 大邊領個了，唔知拍嘢冇嘢慘啊！成個啊，慘啊啦 ！CD 係成個啊！正義佢做槍。其實我 CD 個啦，我 CD 個咧廿幾號就準備嗰時候，可能係你 CD 落，我廿幾號哦 CD 你個嘢店冇被自超嘅，所以我隔了我叫你叫我做更嘅了幾備哦，好啦，我今日我同你冇數有，即係 CD。你 digital copy 啊？誒，所以我冇數有嘅，我冇大啲邊咧，我冇常常開嚟聽冇用嘢啊，我冇上去小歌檔。特別上係一個啊，對阿咪唱不完跳不完啊，阿咪係你啊，愛不完係全部啊。全部啊，因為而家 obsolete 啊嘛 ，obsolete 了。因為我嗰陣時講浪嗌，我見佢幾賣嗰種，佢賣自超嘅啦，一張400塊佢賣啊。Since it's already out of print 啊嘛，對唔對？哇！有咩？郭富城我冇郭富城，唔是郭富城啦，會賣400塊應該唔是郭富城嘅歌啦。張學友我看依邊嘅，我冇咩聽依歌嘅。我看依邊嘅，我看依邊嘅，我坤bằng嘅先bằng依邊嘅。會使，我冇使。bằng嘢善仔，善仔。以前估一出嚟吧。喲，你反正一粒咪8萬。一粒8萬，你情林冰夠都做到嘅。係，我猜咧情林冰嘅情咩掉你頭嘅情一條豬班嘅頭，賣。你要喂賣啦，賣你幾點嘅啦？冇啦，嗱贈疫性啦，好會使哦。賣，有使係賣，使係就住我本賣 please。我唔制。有一隻 turn off 啲鬼人人道啦，依係林冰是老細嘅話，嗱隻 turn off。對。嚟，咁我講你依即條歌嗬，後尾是有嘅講物件，我好能聽者，嚇就好笑。我上隻 album 嘛，反正嚇，別來。你滴答了，冇上這條歌。哦，啊來聽。啊！這筆我賺，這筆我係記，真好笑誒！這條對後尾筆，點解佢仲打電話俾我？因為我冇data，我data用晒咗。我睇韓劇睇晒我啲data咗。佢真係冇data個啦，90幾年有啊未啊？冇辦法，我答二啦，依家呢？係啊，好笑，冇 credit 啊，講 prepaid 冇啊。冇 credit 咗，我要等下一個嘅 credit，下一個咩啊？等係DG 買。所以這是第二個 Cantonese album 嘛，然後 actually 93呢個出這個 Mandarin album 嘅。喂，點解你講？這是頭，你講未？哦，對，係你愛玩乒乓，愛跳不完，唱不完，呢個是頭一個 album， 頭一個 Cantonese album。OK。然後這個是第二個 Cantonese album，所以這個 album 了啊，嗬，也是 from 華星唱片嘅。然後貴啊嘅 Cantonese album 一個直接華納了，然後一個華嘅 style 了，冇個在伊頭毛冇呢款了，嚟變個狂野啊！喲，我是假係我去穿了，嚇，是我是 from 狂野之城屬噶伊嘅 actually，伊 before that 嗬是 OK 啦，因為上家對你愛不完嘅時嗬。我是聽家爸嘅歌，為世界有㗎。你渴望咧，渴望，
渴望的心，渴望的你啊，哇，你記記啊？唔是，我對 YouTube 嘅，唔是我對。咩喂？你是教會你94年半1994喎。啊，94年94年。94，你狂野之城啊，唔是94，因為迄時嗬，迄時90年代啊，香港嘅music 真正紅嗰陣哦，紅甲真正 boom 甲真正。使半年一個。嚇，因一年出2、3個 album 嗰陣哦。嚇，所以嗬真正這 album 出嘛迄時。我紅都紅嘅時就出㗎了咯。啊，別家係。係你 fans 嘅出日借俾日借無插嘅嘛。啊，所以嗬接落來這裡嗬，伊是變狂野啦。所以這個狂野之城嘅 album 嗬是我頭一個買嘅 CD 嚟。是唔是這條？這條。小英條。好啦，可能迄時都大漢了殺成對，這個。殺成我。殺數格啦，係咩？冇啦，迄時教我買 CD 啦，迄時我中學啊嘛。定頭歌。26夜，熱力在四射，羅曼如瀑布飛射。羅曼如瀑布嚟講。身邊幾多顆心在夜，幾多雙眼燃亮了夜，依依不捨，熱熱地不捨。路上人潮在拉扯，一唱較啱一下，一唱歌較好啊。將這顆心暫借，雖喜歡千雙眼向我訴說。如你愛我，最深愛是那些，如我心底的我是狂若野，還愛我嗎？繼續愛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索。如是入夜，如是未覺夜。坐在紅紅夜跑車，場邊反映，心底不羈是夜，火花燒過還沒有謝，對吧？不捨，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顆心可共夜，多想找一雙眼與我共醉。如你愛我，最深愛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還愛我嗎？繼續愛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索。所以這是1994年1月時出嚟咯，就呢這個頭一個華納唱片嘅 Warner Music 嘅 first album 咯，喺只紅嗰隻歌嗬，紅加依家只獎咯，我看到哇，這個冇 poster 喎，做哪架？哎呀媽，冇 poster。誒，我看你看條小英是唔是他們獎嘅是用嘅？你看是另外一條聲。我看到我新嘅小英嘅 album 上你看到。有 album 嘅小英有看到。哎呀，未我這最成個啊，應該是你未。因為這個 album 嗬，大香港啊賣11萬嘅，11萬張。迄時真大件數，哈，11萬。是啊，因為11萬張誒。白金咯，是唔是啊？唔知我就話咩金我未曉啦。啊，白金啊，樣嘅興。喺頭一擺大紅館做演唱會咯，做16張啊。哦哇！然後有伊個 concert 嗬有出 LD，因為迄時佢早個 LD 啊。哦，你是啲係啦 ，Michael Jackson 有去買嘢 LD 嘅，咪笑。Michael Jackson 買嘢 LD 啊？啊，我安仔你知報過。Wikisai， 哦 Wikisai， 哦。Wikisai，然後94年年尾啦，9月，你嗰陣時候一個再出嗰隻個 album，這個咧唔是，伊這個歌唔是真正，唔是跳舞嘅歌。咪出啦，咪出啊，這啦。係咪歌啊？係咪 album？鐵幕誘惑。鐵幕誘惑。伊穿這個成個馬神嘅款。哦，我是假咯，誒唔是。即係呢度正對，正 inspired by Michael Jackson 了伊。然後阿 John 那個小英係嗬，伊是跳狂野之城嘅時，伊係頭嘅時候款嚟㗎。伊時啊，就慘嘅咧嗬。對。
highlight 嚟啦，係咪叫殘？叫殘 highlight 嚟啦。我呢回你可以哇！小英嚟出嚟，出嚟看。對，過去。哦，希望被幫晒。你看下橋那過啦，做一下較好聽嘅。我好掛啦，下雨啦。啊，對巴士。能讓我再想起我是誰，是流下鐵眼淚，是來自心中淚，能令我鐵心似水。誰人用魅力，誰人在發射熱力，誰人用眼淚魅力，完全令身心無力。誰人用魅力，誰人為愛恨賣力，誰人用誘惑魅力，迷離但卻極刺激。我個 rap 嘅。佢有一個出咗啲華語。有出華語嘅，但係伊華語我無呢熟㗎啦，因為知啦，因為嘅聲。我弟弟就帶，他定帶，就不到。伊咁 man 咯，跳廣東話。係，因為伊是伊嘅 original language 嘛，伊是香港嘅嘛。我感覺伊咪隨着伊 style 咧，我感覺到頭是 still 成啊 explore 能部。Maybe 伊個 vocal coach 啊，伊 music director maybe 啊。你話往時你歌就你歌聲就好，本來話你學經唔到歌係伊啊，伊唔是冇那個啱咯。是咯，嗯。我唔是講伊聲好啦 ，please。特別我是講特別伊利用伊嘅搞嘅 style 係做咗伊聽較好聽嘢先。你係叫伊唱，你冇啱嘢，咁就別嘢。伊 manager 是小美啊嘛，伊是小美，我可能講點嘅是小美個古仔無。係一對假故意之前。是咯。嗯，是快歌。上 album 冇？冇上。他咪搞講我吹小英。備忘錄。我只 suka 伊嘅，就是迄個渴望嘅，渴望哈。渴望是 Mandarin album 咪？哦，我只 suka 一隻伊嘅小英水哦。啊，幫我聽下你。小英啊，唔是 suka 嘅歌。我唔係聽過啊，所以我唔知 suka。但係你講，但係安西巴魯巴邦嘅是係咪伊 album 名？備忘錄。伊嘅 album 嘅名備忘錄。備忘錄。3億備忘錄。特別伊嘅這條歌名叫4億諒解備忘錄。佢哋諒解 album 係 interesting 嘢就，你等棒咩啫？伊個目睭是迄個 sunflower 嘅太陽花嘅目睭嘅棒。啊，對。你導演幫嘅是咩？渴望？冇。南西嚇，南西是4億諒解備忘錄。4億。伊 album 名咩？伊 album 名就4億5啊。冇，伊 album 名備忘錄。我最冇啲。哦，安尼這 album，OK， 我都會跳落去啲。I mean，把就是，你講把就是。哦，我吹掉咧，唔係照散花，我吹掉。我吹佢，我吹掉，幫人看。
我阿 John 去吹了，放互人怪事咧，我放咧渴望互你聽，渴望互倒對去，但係備忘錄是95年啊，啦。渴望是94年，我94，倒對94年。OK， 當然我小英我看到嘅小英就是咧。我副張成績幾號？26號，貴啊！幾號貴？10月26號。啊！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不怕遙遠，更不怕危險。淙淙烈日燒痛我胸膛，沸騰了我的渴望，讓汗水流成河，讓沙漠開出花，天知道我愛過。為了愛走天涯，為了你受過傷，心已讓我瘋狂。渴望的心，渴望有你，火燙的慾望燃燒在心底。失落的我，失去了你，卻依舊依然親密。渴望的心，渴望有你，狂奔在無止境的思念裡。失落的我，失去了你，有你的天堂到底在哪裡？渴望的心，夜華有個好戲哦。OK 啊，就是渴望的心啊，有個好啦，有 improve 淡薄啦，有淡薄嚇，好過伊頭一個 album 嘅事咯，你看咯。我看一邊即個小英渴望嘅小英，我自家小英看到，我唔知我誒放進去嘅，即我個另外一條小英都看伊嘅引導嘅一邊，看到。啊，你看啊，喲 hot， 你看到伊頭個係上加有格嘅咧，哈 hot， 即條我唔捌看過本啊，即條我有買嘅啥事，我未記啊，我未記，我買嘅一條冇買嘅一條本，你看到啲08冇，看到啲08。嗰隻北京，唔是北京，但我哋講嘅你 sunflower 北京可能看啫。sunflower 真係冇相依。我只放一隻出又夠人看到，好好嗬。會看到一下，免拖本啊，哦，對。啊，免拖。冇關係嘅。等都講嘛，我那講那放嚟緊嘛，咪等你。OK，所以嗬，我放你啦。我佢放一下。你咪教我講下面關嘅，然後我嘅隨小英。啊，這個南西講緊咩放嘅這道歌嗬，是 actually 一轉嚇純真傳說，一轉伊嘅 style 去啊。因為嗬，這個 album 嗬是個雷仲德麥女啊，個麥女是 actually 是一家姐做過嗬個 Kelly Chan 啊，Leon Lai 要就係，但係呢個 album 是這個麥女幫助伊做嘅，這個 album 貴嘅 album，所以佢一唱嘅 style 啊，參與嘅歌嘅 style 嘅咧，佢冇上嘅，佢渣係冇小英我知道，嚇冇小英嘅，喺南西佢係幫純真傳說。為了他只好一等再等，人心中若逝，曾互送上不死約誓，這相戀約誓，情路我和你為困，我和你為困，要浪漫到底，曾主宰我的夢，曾主宰我生命。曾主宰我心火燙的眼睛，純真怎會消逝？
真早已枯萎。我喺情茫茫，最後情茫茫。嚇，對茫茫要夾嘅攞掉物件嘅青嘅茫茫。你 album 是無卡，album cover 無以小英嘅是無嘅，spiral 呢嚇，spiral 赤你看呢。對。你都冇看到咩？你冇看到咩？你用 club deck 嘅數 ，club deck 冇嗬。club deck 應該有嘛？看到拎啊，club deck。啊，看到。我這個 album 無買哦。我冇啥事，講個聲哇，幾 excited 講個聲，我冇。而佢嘢笑出來看，咪了日就會俾人 CD 嘅。這個 album 我哋屬界，嗰個太狂嘅。咁邊個太狂啊？我都你識聲啊，招。你 cover 個太狂啊！哦，你做咩時候喺做冇？我跟住個換位 AirPod Pro 呢？哦 ，transparent mode 啊？誒冇啦，冇關數啊。正呀，你到處啊？還是個口係啊？到個口。哦。得咪數？你屬嚟曉啦。哦。你一道曉一道聽啦嚇。正要這個 album 屬界歌嗰一條。我唔知喎，等你看伊歌 ，because 我袂記了，係咪 album 係咪歌？要條較快，我們屬界，แล้ว個一個較慢嘅，我們屬界，啊放這慢嘅歌，慢嘅應該係屬界歌。我袂記係咪 album 就係咪歌了，我再講我屬界聽係咪歌呢？慢了，來靜聽我的心跳聲。安尼安靜 melody 是咯是咯。來驗證我的愛情，你會聽得出是我心等你呼應。就是你 album 啊，上 album 啊，就上這個青青 album。因為我看伊形象真係一些頭毛皮皮嘅了啊，當然。你屬個這條嚇？你夠唱啦，當然唱歌夠啦。以後唱歌啦，冇想要地板嘅咧，定到是咯，因為一定學雷仲德吹你。啊，幾年啊？當然是幾年，而家幾年啊？這個是95一下，95啊，95啊。第冇時間嘅，第冇。你我屬個槍，即個歌入邊我槍下，啊，槍門好聽，因為嗬，伊是講伊爸嘅陣時是伊爸嗬，伊爸安怎死人知嘛？嗬，唔知喎。等陣講，這條歌真正伊是真咁 motivated 嘅歌呢款咯，這條歌。在小虎隊。是咯，頭頂曬時。須跨多少個山，漫漫長路與海，方可真正覓到心裏精彩。須經多少次愛，幾多的障礙賽，才勝利會換來。不知幾番跌倒，旁人斜視喝彩，很不好過，但我從此不改，只因心中記緊，當天可敬父親。說信我會精彩，強人是你，硬飛天遁地，其實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強人是你，硬頂天立地，如拜倒再爭起，永沒言死。着的真理，呢條歌好聽本，嗱，呢個白嘅 version 呢個就歌冇屬格嘅白嘅 version，我較屬格這個 original version。真正 motivated 咧，攞去看伊個 lyrics 啊，是攞去看伊個 lyrics。แล้ว好貴啊，好90幾年啊嚇。
95年過啊，嗬嚇，但嘛，南西幫嘅備忘4輛備忘，我們是95年上一年嘅這個純真傳說嘅 album。啊，過啊咧，又出咗一個 album 啦，了快歌本有，慢歌本有，但一快歌是較好聽咯，我 feel that。較啱咪。啱咪，因為佢跳舞嘅事啊，所以一條嗬，條誒。係咪 album 啊？你講個徐小英。這 album 叫做《追擊帝國》，追擊帝國。條歌。我覺得這 album 係變地氣嘅，呢個頭毛。啥是 EP 啊嘛？是有條 album。對哦，6條歌呢，6條歌呢。伊是對伊個 album 嗬，又稱咧咩啊？像 Grove 那款，啊，伊邊對 Freddy Krueger 那款會漸漸嘅個。唱歌激的，來舞個激的，我給你機會追擊，來吻個激的，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得最激。是獸性如色，是野性寒精。所以嗬，伊除了 hit 咧 ，hit 個做咗一個廣告就係，就是 advertisement 嘅歌們是以前。要咗隻 advertisement 嘅啊！真嘢，我每你講頭毛 B B 嘅事，即是你講即是頭毛 B B 嘅就是這樣。那打打嚟咯。我好確實是這樣。看未到本來會看到咩？因為屙咗佢。冇啊，我係整個 Spotify 嘅事頭毛 B 咯。頭毛我話即係紅色衫嘅時陣，你看啦。色衫嘅咩？哦，即係。哦，南西去看迄一個 album 嗬，是 compilation 還是伊嘅啊？所以。唔是伊嘅只 album 嘅小英哈，特別要稱成啊咧 Phantom of the Opera 呢，係稱嘅 mask 呢，是唔是？哈，對，稱 mask，呢個稱嘅像 Freddy Krueger 有個尖尖嘅有個手嘅。手哈 ，OK， 我除咗即刻明，一定我就棒子係兩款，即刻明。安尼小也，啊，對。哇！日本嘅，哈哈，即係佢嘅名嘅日本嘅。要嚟日本咯 ，actually 是要嚟 concert。我當然冇影啊，我當然佢家杜布領啊，我杜布水。當然佢都係小影，佢哋會。當然佢都係小影，佢哋冇影，直接隨小影嗬。所以這個是96年咯，96年，貴啊咧。一個幾嗱 album 啦，個聽風的歌啦，แล้ว你 album 裏邊嘅歌 OK 啦，別拍日本啦。แล้ว貴啊，好97年個是伊嘅，我 feel 的是伊嘅嗰個紅，真係無啦，因為大嘅嗰隻香港嘅、香港嘅勁歌金曲嗬，伊唔捌嘢貴，最受歡迎男歌手嘛。特別是劉德華尋黎明嘅。張學友們是舊後尾嘅彈嘅，然後郭富城是從來唔捌彈過嘛。97年咧，因為一條歌咧，嗬，安尼硬咗佢，嚟彈嘅就最受歡迎男歌手。係咪 album 啊？上 album 啊？唔是，這是97年嘅《愛的呼喚》album， 伊嘅歌嘅名是《愛的呼喚》。心像雨點，清新仿似你的臉，常懷念。喜歡看下雨天，喜歡跟你再相見，重拾未了緣，愛意永不會間斷。就
算世間與星空每天改變，愛你更多，總不減半點。最愛聽你聲線，誰輕輕叫喚我，喚醒心中愛火。幸運只因有着你。深深抱緊我，讓痴心加上鎖，落寞歡欣聽着你柔情蜜語，再燃亮我。你拎出來啊，這 album。哦，一拎慢慢找出來啊！是哦，大家這個一開衫慢慢開啊！以前嘅啥，你70年代嘅衫，實嘅得力嘅衫。那更加啦，這個 headphone 你看下。啊哈，你看到我，看到嘅時候，看到。應該一按到就，所以一搭掉時候，應該都看到你。係啦，穿嘅嗬，穿你又知啊！你是一成成都哇，別唱開啫。把老闆冇講咋子，celebrity 啥成個嘢，你看小英特特點本事咋？你就特別水，就本水嘅。嗯，呢是幾十年後一個小人嘅水嚟喎。呢個無相咧，伊比傻個話啊，伊特特年代嘅個無相。是咯，你一學一個 album 內邊學嗰一條歌，唔使自家聽嘅啦，所以我係使放學唔使聽啫，等一下。伊們是真正無相一唱嘅款吼無相加無多你無相哦，無相加伊嘅 style 啊，好唔使是唔是？無相就是我自家唱條歌，因為就無相伊，有無相吼，來。對，我真係失敗。話年年見面吧，心都開滿花，説話吧，紀念吧，於有效期限美麗吧，燦爛吧，只恐一秒間娛樂下戲落下，滿到別個家。慢慢地計算，節奏已中斷，並未及了卻心裏怨。靈魂像跳舞，哪會跳不完？現在盡快眷戀。下班機，等機淨怕已無效。下首歌，遲來錯過了熱鬧。下班車，風景已變了容貌。下一位，如何再去與光陰賽跑？所以聽到吼，伊唱嘅款都無咩像，我看伊嘅聲。張學友小本啊，張學友是你好讀嘛，是無像嘅。哈，你記得你好讀。最好這個我唔知啷知哦，有這個唔知是唔是這條歌，唔是這條，伊這個 album 啦，嗰一條歌，伊個 music video 有舒淇嘅，是唔是？是哦。啷知哦？一個 MTV 是舒淇嘅，像個是。是唔是複製靈魂嚇？啊錯啊！我鬼錯咗。杜波令，杜波令，係咪字？係咪？係你講係咪複靈魂？複製靈魂，複製靈魂誒 album 好，你是講？冇，這個 album 上隻 album 啊，是哦，誒，啥是舒淇嚟？好，舒淇什麼意思？舒淇什麼意思？大啲人笑死而家講緊舒淇是咩意思？冇誒，有可能大啲人會講誒舒淇是咩意思？攞你啦！其實有啲人感覺到講舒淇是咩意思？其實就無人記超，嚟
人拍攝嘛，人唔敢嘛。我冇講㗎了咯。我真係。所以這條歌我們是比較熟㗎哦。誒，這個 episode 叫做舒淇係咩意思？情困，失去情感那些難解難分，只想盡快被愛而愛被愛，不想對方自怨自責，高速戀愛相贈，複製情感情深情話情真，找到動作共態盡透是你，彷彿是你是你是你，一個複製論。這條我們是找暑假哇，其中一個款。แล้วขอแต่มาว่า講了要做咗隻 advertisement 要拍廣告咗隻 advertisement นี่มา廣告แล้ว廣告嘅歌มันจะเจ๋เดียวแล้วจับเลยน้องสาวไปปัง這條歌我頂攏捌聽過嘅歌男仔 mute 了 hello 煩啊這條阮上隻 album 嘛，這個 because 伊是做學 Patsy 嘅 Patsy Collar 嘅歌嚟嘅。咩哦，所以部 album 唱這歌，唱這歌，所以應該有啲 album 裏面咯。有大 album 嘅，上一條 album 啊，這條唔是是大唱這歌嘅 album 入邊。伊穿紅色嘅褲、藍色嘅衫，然後伊手上嘅 Superman 你看背嘅款呢？哦，白隻身本呢？整個，而家隻身本是戴眼白絲嘛？講。哦，對。Janet Jackson 冇冇 Janet Jackson 冇，所以樣是咪咯？我快啲，Superman 嘅。3年齡嘅。來。白女啊！特別唱啊！快啲！共唱這歌，唱這歌。我冇冷晒，嘣不得嘣嘣嘣，嘣不得嘣嘣嘣。然後這條歌真好笑嘅，因為一唱甲 Pepsi 嘅時候 ，Pepsi 嘅叫 tagline 啊，是叫 Generation Next 嘛。哦。所以嗬，一唱甲後尾嘅時候，要一個 Come on Generation Next 嘛。然後過一嗬，一部做 Pepsi 廣告嘅時候，用華嘅 tagline 是 Come on I'm Aaron Kwok 你看。哦，嚇，伊袂使講你敵來啊嘛。哦，所以講今日 concert 先呢嗬，隔了一唱這條歌時是講 I'm Aaron Kwok。哇！我看到這是有亂這個數。哦。亂掉這個數。你看我看到這一 album 條，佢咪是一隻 Snowflakes 嘅，我唔知 Snowflakes 發嘅 album。伊有嚇，這個 album 嗬，唱這歌這 album 嗬，有一條歌是 For Christmas 嘅。哦，沒怪。啊，叫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哦，然後我看吹到這消息。這個 album 嗬，我只一條歌暑假，你我講緊看了伊個 album 嘅 list 嗬，我只暑假幾那條，接落來嗰一條我們只暑假是慢歌啦。
消息。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真是我肺腑之言，想你都可以聽見。所以繼續 Halloween 過一下嘅時，接落嚟 I think 嘅是 Christmas 一個啊。Christmas 做 Christmas concert 係咪？能唱歌唱 Christmas 嘅歌？會使本 Christmas 我要放 Michael Bublé 嘅 album， 因為特特年我覺得聽。Michael Bublé 嚇？我嗰隻出新嘅 Christmas song 啊？唔是啦，要 song 啲 repeat 嘅啦。哦，啊，依隻條歌嚟嘛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for Christmas 是咯。因為佢係來有啲嘅一個關係。我唔知彈啊，佢壁啊，成世唔休咧。係咯。家你 Last Christmas 本事。The most played song 或者你落地。少，我看到我除咗就 image 啊。我都冇算是除咗就 image 看到就是 Pepsi Music 有人看一個除 Janet Jackson、Aaron Kwok、王菲嘅 Ricky Martin，有教王菲duet 本，有 Pepsi 嘅歌，有啊。真少，跟佢講過嘅歌有呢，然後伊家己嘅歌冇嘅，然後伊 concert 嗬，因為冇叫嘉賓嘅。伊家己嘅 show 都做唔了啊！嚇，伊家己呢冇影啊，變來變去又去變啊！變來變去，我看，伊 concert 而家就好了，伊 concert 而家就好了。就往寫落去看伊 concert 嘅，直頭看伊 concert 嘅。我特別我寫俾你，我未記啊，完全。我有去，我講嗬，因為迄時我小二啊嘛嗬，迄時中學嘅時啦，小二嗬，แล้ว我夢想和我 dream 嘅是去香港，因為香港是真正這個嘛紅館，其實看伊 concert 有在。啊我迄時嗬，個中學嘅時候，佢覺得這個 dream 覺得真正遙遠個，因為冇可能嘅事來，因為迄時女冇呢濟嘛，冇呢濟女，然後冇想講哇，會去到香港去看伊 concert，然後唔知買嚟就啲個，未買就啲個嘛。但過一學有影是唔知啦 ，I think 啲上學變到 become reality 咯。哦，你成個阿龍嘅呢？陳真哈，成個阿龍，成個打入去嘅香港嘅紅館嘅時候，佢聽人佢會 feel 到 ，Oh my God， 冇好啦，嚇！買啲貴嘅歌啦，哇！你到底這條是跳舞嘅時，伊歌判到咯？冇啦，伊啲個冇呢，應別要知哦，因為嗬，香港呢樣接觸那大擺別個了嘅，然後我是處伊嘅歌迷會冇啊，歌迷會，有歌迷會要知，然後我冇接嘅歌迷會，然後我是為了買伊 concert 嘅好接嘅歌迷會。嗰邊考慮要知哦，一個咪會考慮一下，咧讓攤參加老嘅啲嘅考慮嘛，所以啲嘅就需要嘢。哦，嚇，所以除人買到嘅啲嘅咯，然後去看咯。即係上一次 concert， 你看這 concert 啊，即係幫領頭嘅。這個這是幾年嘅嚇？情手嘅 gap 啊，情手嘅 gap。這是2014年嘅嚇，即係我冇去。我應該去嘅是2016年嘅，我去幾哪裡啊？我去2018年嗬。我香港都 even 都看幾貴 concert 嚟嘅480塊嚇，香港對，香港嗬，迄時我看是480呢，然後貴一個起個680，你頭前嘅啦，然後貴一個起個980啊。我看過哦，我話你小英看你捌看過哦，嚇？係咩物件？我話就小英看你看過，即是唔是都看過 concert， 我隨佢嚟就小英看你看伊造型係咪嘅？我未記啊咯，因為即係成300郎誒大路落嚟，即係線呢咧個13歲，呢個13歲了，即係線呢。哦，即係個13啦，即係小線啊，即係最近嘅了咯。青衣咧，青衣看，這是必須。我到我看。跟丁。13歲，即係個13歲，正經冇個13歲，你咪見你們。我們捌去過新加坡看嘅，阿舅，伊有去新加坡嘅時候，我去新加坡看嘅，捌新加坡嘅人嗬，真正
哈，冇講嘅，我剛才我教我朋友落去起笑呢，有知哦。對，我好聽過人講。邊啊，人我點咩我講？哎呦，多郎姐都看 concert 都個別個 into it 嘛。冇講嘅，剛才我教我朋友落去 error 嚟講啦。其實那隻新加坡人走過來望正個看。啊，你學你有學有時被 encore 嘅嘛，咁冇講嘅，你直了你學個走咧。你看咪鬼來，咪看個影了。就是咯，真係呢冇木嘅。冇在條看，人冇通看。你好，我第一記有一擺我去看伊 concert， 安尼拄好個參加咗 Christmas Eve ticket 有知無？哈，24號咩？你迄一暝伊有影吼，唱到12點吼，encore 一個出來唱 Christmas song 互人聽，然後個唱幾那條歌，迄一暝有影真實達哦。哇！然後個一個是香港吼，因為講做 concert 到紅館嘛，到個紅館嘅個 MRT 位吼，人在講有 concert 吼，伊 MRT 吼開甲要 extend 嘅 hour 有知有，好人會趁坐隊嘅，新加坡嘅無嘅啊，做六架我教我朋友同聽吼，伊個趁伊嘅 train 個趁隊嘅位啦，我無趁隊有知，我個 train 無了，然後我個要坐 train 去，唔知幾多落啦，坐的士隊為要。真係款。我人馬來西亞有，不給加了有 extend 呢。always extend 呢，不給加了。應該 extend 呢嘛。一個月後不 extend，Christmas 不 extend 呢。有情義都頭先講 Aaron 哥嘅 concert 係幾時嚟個咯？過幾年？嚇？我頭先走去看伊 concert 時候，面勁人啦，黃車嘅。我都冇看過 concert。哎呦，咁哎呦，可憐。Never 有 the opportunity to 看。正經，那是只 COVID 了啊，好，那是一個到對去香港看 concert 時候往去啊嚇，係咪？我到日本去。Every time 我俾佢看 concert 嘅時候，我就都是，哎呀，冇在調。哦。講點在調啊？啩？我想冇破啊。點聲冇在調嘛？哦，點聲未嗬？係啦。哎 ，OK， 人去看，人去看 ，OK。我今日去接伊歌迷會，我買碟嘅。是買地貴 OK 嚇，50幾歲是 concert 55歲，一檔幾歲啊？唔知個 AO 啊。我成日是，我去看20年，我成日是看，伊開唔得4條，我看5條，我3條。哦，我看香港嘅嗬，即郭富城我唔看5條，頭一條我是買地貴，第二條我買個冠冕頂淡薄嘅，因為嗬伊 stage 3D 嘛。山頂嘅朋友，你看未到啊！伊 3D effect 噶啦，佢自個面頂係看到。哦，這裡是看人，這是看景啊。But because 看 concert 好，但是樣就不但咩情無相殺，唱無嘅減淡薄無相。有淡薄無相嘅。做來去睇去看。所以最好就是看頭一條，所以在意佢哋然後啦，夾每一條。哦，每一條得是咯。哦，一出你 encore 啊，係咪個啦綁了先？對，特別每一條真線嘅個就係因為嗬，伊大擺講只 start 是講哦開8條呢，所以佢俾佢後尾一條咧嗬，佢小哈，佢再加2條，然後可能佢再俾佢再加幾條，然後別嘛，我咁是大香港，我咁嚟寫佢別可。壓力條嚟估啊，是佢個對未了，對未掉啊，對吧？未了，對吧？是未掉，對未掉，對咯，未了啦，安尼款，正經阿擺佢個去，對吧？所在 ，sorry 嚇，我 internet connection 咁唔好啊，讓有時對吧先嚟款字啦嚇。not down 啊，然後這條咪是伊嘅 concert 嘅歌嚟。對吧？乜事咧？俾你學人講起。哇！這是 Ricky Martin 啊！一個。Living La Vida Loca。對。這咪是 Pepsi 嘅歌。寂寞是美麗，熱鬧是美麗。浪漫令思想出了軌，我有了一切，會向你洗禮，藍和白交織了光輝。幸運是美麗，落寞是美麗，我有我完全自我的約誓，未學習慣例，未實習虛偽，全人類並為這心態着迷。
你是我吧，我永遠高貴，氣派與氣質怎可代替？事實是這樣，我哪可估計？沉迷，努力沉迷，拼命沉迷，尋覓美麗。我不必太拘禮吧，我總有定位。我不唏噓不嘆為，都可以使你着迷，是一種態度，是心裏默契，是不必說話，就使你着迷。通仔只看住住我排隻小應該伊做隻唱 concert 咧，因為做。因為是行機嘅，呢隻行機哦，而家面色我未記，多隻喎，大隻佬，辛苦隻水門啊，學計人到啲 concert 去攞嚟無情衫，哇哦，我去穿啊佢，嗰時我無情衫嚟啦，啊，冇因為成刀 ，the other one，shine 啊，即係啊 shine，對，哇，搞死！巴魯伊朗哥有做戲嘛 ，shine 有一刀，伊行機 ，Oh my god， 我看 shine 唔是睇咩啊？馮德倫嗬。是馮德倫啊？唔是，馮德倫是依家雷仲德嘅 dry 啊，馮德倫 dry 嘅 shine， 對，呢度 wet 咧梗係 shine， 呢度淡咧梗係 shine 嘛 ，dry 是全部 shine matte。OK， 咱話稱為小英為 profile picture 嗬，即係就是伊嘅 concert 嚟，我去看伊嘅 concert 嘅 tickets。個風遠呢？風遠是唔是 concert？ 風遠是我去看伊 premier 首映禮。哦 ，Stadium Negara 嚟個哦。啊，即係你是戲啦，風遠嘅戲頭一出 ，because 我是架喺你伊嘅導演白白看嘅。哦。伊嘅導演白白看嘅，即係 premier。then 即係concert 咧，我就是講我講未出啊，因為我未記咧，我看了係咪貴啊嚇？我今日看到即係 ticket 呀，我家己我抄到即係 ticket，對面我有即樣嘅，特別未記啊。即係 concert 是第四嚇，咱看到幾時啊？有啊2月不12月22號，94年。94年啦，唔是3哦。嚇。94年啲 Stadium Negara 嘅。嚇對。所以即係是係咪咧？係咪演唱會咧？94年是唱愛你嘅時間咯。94年點解冇 start 94年？狂熱之前啊未好。แล้ว我本有去買有一個我會記嘅就是去伊個歌迷會嘅伊個叫我出來。哇！喲 ，shake hand 有攬咪哦。你諗啊？因為我錄這條是阮，嗰是課來，因為我 Dennis 是阮，我前條 Dennis 是阮，白頭前是阮，後尾是課嘛 Dennis。我前條協裝嘅阮，所以伊就有淡薄奇怪講，錄這你課是阮來，Dennis 咩？你講廣東話？講廣東話。你所以我就喺計其實啲時候我就係講差唔多俾關。哦，一隻鏡呢？我覺得感覺講伊可能是幾嘅。哎呀，咁你唔嘛，時候講自己啊。Wishful thinking，wishful thinking， 哦，你知啊？但我 boss 係 recording。各位聽眾，往白隻腳講，往白隻腳講，搶呢？有搶呢？哇，行啊！美國人話大頂無情殺㗎了。有啦，然後唔使嘅啦，係咪？特別要教，我唔知伊嘅 private。講緊教完了，兩個查某囝。哦，兩個查某囝。แล้วก่อนกิมหออยู่กิน啦我唔知อยู่กิน有啊查某囝嘛是姐我伊嘅查某囝冇冇出來啊還是嚟我伊邊放 sticker 有幫冇講緊有幫伊小應該大定住伊生日嘅時嚇嘿我知住真香嘅所以我冇可能看到我知你講佢哋大媽佢哋有shine 是黃耀南有 no can 嗎？no can， 一 can and 倒是一 can， 我寫喺度看。
我看，誒，因為我寫了哈，接落來這條歌哈，這個好，我真係熟，我真熟㗎，這個因為我寫好靜怡尋寫好南西本，這個 link，然後我真熟㗎，因為好伊 stage，因為是做嘅成個單重條面嚇，冇。trampoline。哈 ，trampoline， 然後伊 concert 伊單詞真正好了，然後伊單詞穿起衫嗰度真 colourful 讓你使去看咯，而家真正好了，就是這條歌，我們是 Pepsi 嘅廣告嘅歌。至於特個人們講，我誒 concert 是真正真正搭你個講，伊 effect 個了，伊 stage 上真正好了。你看得這啊？伊show man 真好，伊衫個了啦，伊衫伊。然後伊 stage 上不夾過 Guinness World Record 呢個就係。係咪數？放係咪？因為伊 stage 上會顛動嘅，轉來轉去，轉450度。360 degree 伊個 land 450度啊！係，咧一個是 vertical land 就係。係 vertical 呢個就係喲。vertical 嘅。你去 YouTube search 嘅 concert 嚟看，真正好了啊！我講。伊等大個嗰啲，可能叮當。這裡啦，這裡你在旁看就係這樣。這個咪是 one of them 咯。所以最近講嚟使 add to favorite 個定個看啦嚇，講緊無點聲啥是無安尼這樣。所以這個是另外一條 Pepsi 嘅歌，伊個只一條廣告嘅歌啦。是安尼款啦，因為干那唱歌嗬，因為伊歌干那唱歌做戲，安尼款別談袂濟啩，一定做代言人啊，談較濟。代言人知道貴嘛？是咯。代言人什麼意思？代言人ambassador 啊 ，ambassador。for for Pepsi 都是講。for Pepsi 還是 for 因為 Citibank 嘅冇 Citibank。Longines 嚟出標。Longines 有一個嘅舒適寶嘅 Jimmy。南西嘅咧小英咪是伊拍個嘅 Jimmy 咯。迄個是做 Jimmy 啦。伊個舒適寶嘅Jimmy。伊把嗬貴先貴，伊把是過了講錯。一個嚟啦，一個唔是把，一個因為樣厝是開景點嘅。所以樣就拍槍，伊個嗬，佢哋拍槍嘅人用情色。即啊！所以有條歌是紀念伊個嘅嘛，佢哋咁乜一條嗬，咁乜強嗬？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就是咁乜阿莊唔係聽過嘅，嗰係條歌。到底有誰能唱下伊個？伊是紀念伊個嘅。無講伊個無時啊 ，maybe 可以看到伊個該上邊無上邊咯。是咯。阿咩伊個安尼寫很多 CM 咩？我哋講無看到笑。笑臉咯，我無看到，因為伊袂出名是伊。對個就是啊，伊個就幾時了嘛？你是他條菜是啥子？伊有兄弟啊姊妹有吧？你做一個，算是無啊嗬，無咧。兄弟呢嗬，無先我無知嗬。一間，但我講了係一間咩咩南咩姚南咩？黃耀南嗬。我俾你看一下，伊 Q 伊電波嘅 Q 呢？來看伊係有一出啲 TVB 叫姜嘅，要冇情生，個僵屍嘅迄個鄭嘉穎做嘅姜。嗱，你看伊水哦，伊 Q 哦，伊點解冇機會生嘢事？另外一間人道嗰度。我是介意哦，另外一間人道，另外一間人道，樣一個 group 嘅嘛 ，boy group 對，迄間人道嘅伊 OK 呢，把路上伊好看過迄間咯，問老了。應該咩叫咩崔天佑，殘嘢而已。叫什麼歌？呢是風裏密碼，風裏密碼。但我先有看到。嗰度先。即係像是因為伊實做風雲嘅戲啊嘛。密碼普基，哎呦死！密碼是password啊！真冇嘢。
大聲啊，你細聲。你講話嘛？我講話是呢個琴啊。怎麼樣？春雨下降給我撫慰，使我最動容。夜正時困，腦看星星穿夜空，如給我護送知己的抱擁。你 album 名咩啫？風裏密碼。咦，我隨寶喎。我就唔係隨意風雲呢條歌嗬。唔風雲呢條歌 OK 呢，我 feel 嘅。特別要嗰種嘅架勢啊。有啲架勢嘛。特別係頭冇鼻頭鼻檔。頭杯出佢嚟我本喎。你講風裏密碼是風裏密碼邊嘅password啊？對。呢邊就未起嘢嘅，我 feel 嘅冇水。喲，我想被禁呢，想被禁，以後被禁咪喎，可能。你成個單人都禁呢？誒，水咧，伊側面，伊個 profile，以後你看上次想被禁，那時單嚟我禁咪的話。卡緊 upload 你 link 冇啊？有，但我看到未。一隻冇影啊，阿莊。真呢？伊叫人看，但係伊無 upload 咗之後咧，就被禁啊，嚇，伊就被禁啊，被記個人啊。邊是，我就要做隻字，知喎，我讀冇衰咋，讀冇衰。我嗰度 search 下就 copy 到我 computer 咧，個 copy 佢叫係 phone 嘅，真係。即係是疫情 code 誒，是唔是？是唔是資料？伊副是 code 啊，原來好看嘅，這本是。我本時半街寫笨，所以嘛，即條歌是 Citibank 咯 ，Citibank 嘅歌咯 ，Citibank 嘅哦 credit card。哦，別怪啦，叫密碼。嚇 ，Citibank 嘅歌，保險箱密碼。這個我記咯，因為這風裏密碼出嚟時候是，應該是我Form 6啊，當時那款幾年下。對咯，差不多呢，點先咯。誒，我個看到係班羅，郭富城。然後講到郭富城嚇，咱應該想到講四大天王咧嘛，因為這四大天王其實直接嗰個在最主嘛，張學友、黎明、劉德華、陳怡、羅文，四大天王，羅文冇啦。又唱羅文，又唱羅文，又唱羅文，唱梅艷芳，安尼但每場唱類似嗰種嘅歌，那時我愛聽緊我係幫人聽。但好我要講者，這個是因為嗬，伊大伊 concert 嘅位啊，伊有唱劉德華啦、黎明、張學友歌有在有。又唱巴黎沙嘅天王嘅歌咯，巴黎我唔知啦，我唔知講巴黎沙嘅巴黎天王嗬，有大樣 concert 有人款唱樣啥另外啥天王嘅歌㗎了，我唔知有，唔郭富城有咯，伊 at least 個講嘢之類嚟，上加就講 tribute 對伊人啊，其實喺我心裏邊咧，有好多明星，但係今晚咧特登咧就係要同大家一齊講下，其實喺我心裏邊咧都有三位明星，咁而呢三位明星咧，同埋喺呢10年裏邊咧，用四大天王呢一個名咧，可以講話陪伴住大家走過一段幾值得懷念嘅日子。喺今晚呢一刻裏邊，我希望送上以下呢一首歌，一起走過啲日子。多謝。一起走過的日子，現在剩下我獨行，如何讓心聲一一講你知？從來無人明白我，唯一你給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緣，多少風波都願闖。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
不可猜測總有天意，才珍惜相處的日子。現在剩下我獨行，如何讓心聲日日講你知？剩下絕望舊身影，只拋低傳譯傷心的句子。所以頭一條呢隻唱嘅是劉德華一起走過的日子咯，所以接落來這個是黎明嘅。夜風發開信紙，你的不精轉處，談論昨日我學事，如何讓你知，會再分開不寫意，最寂寞夜深人靜陪你掛樹。別了你暖暖聲音，瀝瀝雨夜不再似首歌。別了你那個春天，誰在痛苦，兩心難安。我帶着情意，一絲絲凄楚，許多説話都仍然未講，終不必要遠懷念對方，悲傷盼滿上再期望。我帶着情意，一絲絲凄楚，許多説話都仍然未講，盼你未忘記願望眼光，只需看着我，再不迷茫。佢 feel 啲可以唱歌，但好啊，可是唔是？即係讀 concert 唱嘅時候冇聽假嘅意味歌，然後接落來是。後尾就嚟咗張學友咯，每天愛你多一些。哦，但係佢黎明嘅事，哪有一天不想你？無求什麼，無尋什麼，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後能望見你，你可否知道麼？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後能望見你，那已經很好過。當身邊的一切如風，是你讓我找到根蒂，不願離開，只願留低，情是永不枯萎。如每過一天，每一天這醉者，便愛你多些，再多些，至滿瀉。我發覺我最愛與你編寫。所以可以唱了一條張學友歌，一個唱一個嘅歌啦。所以我冇辦法啦。我未了，啷感覺到這四大天王裏面嚇，都感覺到就是第一個唱歌。張學友咯。對，我感覺到。別個只是唱歌，嗰時張學友是歌神嚟嘛。啊，一是歌唱比賽，一是唔是新秀嚇？郭富城啊？唔是啊，張學友。一是係咪歌唱？我是唱歌比賽嘅。一時唱歌比賽啊！成一時唱歌比賽出名嘛？冇一個 episode 做張學友，嗱你做 research 下。我個冇人應，
我落好落嚟啊！張學友唔是新秀啊？應該唔是嗬，應該唔是新秀，你是新秀。一接出來就是歌神嘅。No， 我記出來，攏 OK。一部李芳嘅硬啦。Google 嚇，一部李芳嘅硬。Google 李芳啊 ？David Liu 加硬過伊嚇。嚇，迄時啊 ，My God！ แล้ว嗰個記一個新聞嗬，因為羅肯是白出嘛，แล้ว真係濟喺個歌唱節目啦，係種歡樂今宵可能講嗬，然後羅肯白出來超過因為新人嘛 ，TVB push 掉嘅人嘛，so 喂李芳嘅歌是硬過伊。Then 有一個新聞講張學友就激閃啦，因為李芳硬過伊啦，李芳係咪面關？因為伊原本吸視嘅嘛，張學友。所有。太快，但係陣時啊 ，Vicky 時啊，張學友是 start off with 歌唱比賽嘅，對，唔是新秀嘅，唔是新秀，伊是18區業餘。喂，佢是唱歌比賽，但是伊是唱歌嘅手嚟嘛。呂方咧，呂方咪是唱歌嘅。特別呂方點解是呂方有架？伊唔是架阿曾依玲拍拖過啊，是 date 過啫。唔知佢有啦。伊有常嚟 KL 嘅哦。呂方啊，呂方入邊成個啦 band 咧，係是唔是呂方？係咯，白照成坤鼻青。白照01年嘅小一個。冇啊，印象唔知仲未冇拍拖嘅哦，換超嘅啊。我可以記得，是唔是有冇拍拖過嘅？哦，是 open 嚟。不打入普建嘛？不打OK แล้ว搞跳舞嘅時陣of course 明講啊啦，這 of course 但係我會記張學友進步真濟，並到佢跳舞嘅時候落幾多卡對嘛？แล้ว伊查定嘅咧嘛？แล้ว是直吹得變咗隻搞笑。Of course 郭富城第一個跳舞啦，跳舞出線嘛。但諗住看 concert 啊，咪又好本事唔是看張學友跳舞嘅嘛，成日聽佢唱歌。聽唱歌掉。So regardless of whether how good his dancing is，有就是愛看佢聽佢唱歌嘛。出名嘅唱歌。張學友嘅 concert 係落大雨，伊是 open air 落大雨，所以人 dancers 佢哋未跳舞就，伊是3點鐘跟他唱呢，一人去唱佢了。哇！佢嘅 concert 嚇，所以 was very 真好咯。伊就是唱呢咯。所以你睇8聲嚟啊！伊去看 concert 就，例如講無蝦米 special 嘅迄個 effect 啊，蝦米啊，你敢若聽伊唱歌遐，伊是 OK。伊穿到一個無，然後穿拖 because 誒 stage 淡嘛，你敢若唱啲唱呢咯。encore 個唱3點鐘咯，咯。哇！所以 was very good 嚇。我就是等看張學友就是聽唱歌。張會做張學友，或者做 project。會使咯 ，next one 咪是。啱啱做，佢真係話冷啊！張學友冇係咪？攏就是 CD 呢？就是咯，安尼可能咯，特別我爸爸暑假聽張學友嘅，所以我有真濟嘅 CD 本嚟佢就係是我爸爸家己買嘛。所以我對伊無蝦米 research 啦。我冇乜免做啦，最後是免啦，應該知啊。掛上謝啦，我放咗兩本債啊啦。你使係咪掛？伊掛上面我叫文別嘅。伊掛謝哦，伊掛。張學友啊，想和你去吹吹風啦，每天愛你多一些啦。一唱係咪掛？關火花啦。嗱，係嘛？你使講 OK，兩經十條，一兩經10條。張國榮嘅歌，แล้ว張學友。張學友嘅歌，แล้ว時攞到去 try 經。別人無經嘅歌，所以你看咱有啥 unique 嘅歌，第一10條裏面。不，伊係，講郭富城了，先嚟講張學友。叮叮叮叮叮，咁樣冇人，黎明冇人講嘅，黎明我不曉伊過本啊，我不曉伊過。我對你來鳥。伊個條出名係啥物啊？我啱有唱就係伊個I was born in Beijing。唔是，伊個就叫。Sayonara Sayonara 好出名啦。一個人一變做 very techno 嘅歌。伊 techno 因為雷仲德嘛，雷仲德寫學伊。我就嚟OK，別聽。แล้ว黎明跳舞是啲卡加卡，去多卡去加卡呢？係跳舞掉，伊跳舞下成日款嘢咯，伊未知爆。嚇，無蝦米之類。嚟講嗰啲郭富城。
講會成龍冇講會誒，差唔多會攞得成嘅話，會講咩個？啊，就係 go，一跳舞就好了嘛，然後一做戲嗬，講一做戲。係咪戲？一做戲頭們是冇咩嘢啦，然後攰啊嗬，一路來路好啦，然後一做嘅一出叫咩戲啊？三叉口。三叉口2005年嘅時啊，一做一出戲，一舉到台灣嘅金馬獎嘅影帝哦，頭一擺。然後接落來嗬，三叉口咧三啊，然後叉嗬，叉是伊個等於是面頂一個分咧，一個山大地。即係華語本是叫叉咩？嚇，三叉口，三叉口嚇。唔知我表達，三叉口，三叉口咯。Google 咧係零特別，我除咗啦。除咗啦嗬，冇唔是，即係我白嘅時候應該是唔是？咩 divergence divergence。所以講嘅聽到 background music，我放了一隻三叉口嘅歌啦嚇。所以而家就頭一擺，而家就嘉晴嘅嚇，嘉晴唔是嘉晴嘅是無記嚟，算是冇嘉晴嘅是咧咩嚇？雷霆真勁嘅，雷霆真勁。最要啥咧？講 important 嘅卡士在就是 Aaron Kwok，然後已經講嘅啊 Daniel Wu。嚇，是啦，之後 poster 是唔是？啊，是，誒，有嘉晴啊。OK。很多人雜誌不是，所以這個一家就頭一個咩啊影帝咯，然後接落來2006年嗬，一個做一出父子8個囝嘅啦，一個在亞影帝，個就連續攞到亞金馬獎影帝啊，一是第二間除了成龍好像是成龍以外嘅嗬，頭一第二間啊香港明星。2年連續贏到，我哋講過2005年，差唔多2006年咯。警察故事是咪？我唔知誒。有贏過金馬，我唔知。有啦，有贏過。因為我看因為剛有寫講啊，贏過攞到嘅嗬，是上加是一是第二間呀，除了咧啊成龍。嗰啲一做父子就是一講一 ugly side 一，或者一 ugly side 一係咧一做個。真投入啊！有人是做戲嘛，伊想講該 into it 啦，我看了唔該 into it 呢，我 feel 到。講到戲嗬，嗰一出講應該伊個戲嘅歌講真知啦，你先知大大節做嘅，先知大大節做啊！嚇，放嚟聽，講應該你跳舞嘅舞應該講會曉啩嚇，來，南西，棒。新加的白，会鸡啊，脚。難ですか？櫻花盛開到落下，長尾音短促，你有感覺嗎？最怕外觀吻合吧，合上他合作嗎？而盡一願意嗎？哎呀，來俾白請我來。Come and dance with me。就硬嗰隻條歌本，我冇聽過，有冇聽過啊？啊，啲人講去日本，你講到日本是硬啊。啊，呢個係日本戲嘅陣時。特別 before 這出戲是 another movie 人叫暑假誒。嗰個咩戲？小青青。啊！係咪我俾佢吹？誒，特別攏看到之前伊個伊做伊驚嘅大漢咧，當然就一年啊。那這年啊，這出戲。伊是咩人嚟啊？馬來西亞那是咩嘅啊？馬來西亞因為嚇，當馬來西亞協嘅，當馬來西亞協嘅。那是馬來西亞人啊，是唔是？當怡保啊，是帶邊協嘅嚇，怡保嗬。怡保應該是怡保，唔記得邊。我講佢哋一件啦，後你講一件啦。我冇講到係咪個林志？係咪你講小青青嚇？這出戲好看。
林志颖我冇講到過，伊個介上邊小旋風，唔係講伊，講伊啊 ，OK，冇點聲咧，冇點聲。Another one 呢，伊未老誒，計見呀。啊，伊未老嘅幾年啊？哦，伊成個幾年款啊？20年前、30年前，肯定型。是哦哈，小青青咪是真正好看啦。simple 嘅戲啦，哈，伊只 simple， 伊唔是講 the big hit 安尼款呢，哈。嚟伊 music 咪真好聽，伊 music 咪真好聽。愛放啊！最是小冰冰啊，小青青，青愛嘅青哈，唔是青色嘅青。這是一戲哈。啊，這出戲阿毛名 And I Hate You So。青啥咪青？我吹小啊，親愛嘅親，小親愛嘅親哈啊，親 QIN 加 Kelly 姐呢？哦，是咯，尖，好潮啊！你看嘛，小尖尖嘛，啊，哪一邊啊？上 A album 你看，減去一間查某呢嘛 ？A album 個大媽人扮嘅上要尖嘅邊，得咯。我嗰時看到見那小英國，而家陳慧琳應該啊，即係到啲 club deck 啦，而家做 research， 唔是做 research 做你編領嘅較型，咪 transfer 呢？誒，即係頭毛嗬，伊就水本伊即係頭毛，一粒啊，可能上家你阿莫丹呢嚇，阿莫丹可能，你看啊，即出戲嗬，21年啊，2000年嘅戲嚟，假使人21年啊，你快，你看到嗰時真，就是咯。真水喎！講到依戲，然後伊個做一出嘅風雲啊，伊做報警員啊，有影真正像咯，我 feel 得啦，伊做報警員真正。特別頭毛尾哦，卜死啊！咧伊係內殼，伊有一個青藍冰冇內殼，真係內殼你唔知？內殼來請個 G string 來嗎？伊成個 G string 嗰啲嗎？伊唔是有一個啲 waterfall 下卡伊。伊是看啦，南西安尼注意住嘅。就是咯。迄個是大新聞咯，知哦。你去猜啊，名去猜啊。OK， 我去猜郭富城 G string。是啦，你講呢啲風雨裏邊，迄個浸水嘅，一啲水邊㗎，爆炸啦。嚟，come on， look at link。copy and paste 啊。嚇 ，copy image URL。image URL 啦，然後綁起。你唔得掉呢 ？image 啊？你咪做 Google search 啦，你都俾佢嘅 image，then right click，然後是 copy image。嚟。image link。出來呢 ？Sometimes every now and then 一 link 俾特別。Open link in a new，我 delete 先。嗱，看到嗰邊教嘢大嘅，我哋大嘅。因為伊第一隻大是有咩大？唔是，內殼伊。喺度看啊，啲大。伊個殼是亂嘅嘛，然後攞啲短走出來嘛，啲聲嗰啲嘛。我想佢攞了血流走出來。冇啦。Storm Riders。哇！嗱，講我辦，講我辦。掛掉啊啦！但係你除咗 research 咁同我講。哎呦，冇啲嘢喺櫃裏。我係 Aaron 過 Storm Raider Waterfall，係咯，咁樣寫咧。Aaron 過 Storm Raider 啊。Storm Riders Waterfall。OK。誒，你就俾我做啦。很難 ，OK 啦 ，learning 啦。打住你。哦，你看到 G string 哦，yes，線，等陣。線攞掉啦。特別一定要 square 喎。冇看到伊個看攞了嘅冇嘅。我繼續講你寫情我多呢。你只 safe 你寫情我多。是啦，一嚟變咗情貴人呢啦，應該是。做咩情貴人？鄧凱哦。鄧凱嚇。我冇看到個小英，當冇係嚇。我俾吹。哦，一條呢，一看到我多淡薄呢，超誒，是講特別我唔知啷看到，我唔知啷看到嘢，我 share 我唔知啷看到 ，because image 係快速，所以我唔知一放到，但我別嚟講我條 crop。咩咯？佢幾單啷帶另一對看到啊嘛？嗱，看到我多本啊，唔是我一看到我多攞掉。佢做嘢。諗第一嚟看到嘛，嗰度另一嚟看到大掉時候應該唔是咩？啊！伊即出戲伊規矩成個惡變咯，啲咩嘅咧？是因為伊我知。報警員嘅角色是安尼款嘅，特別就是學一人嘈伊講伊無相嘅角色本嘛。
嗰係冇 fit 嗰啲角色嘅嘛。Christina， 阿姐咪清誒啲 show。咪清 back channel message 話 show。你要看劇情啦。你咪去看。有一條 Aaron 哥會無清衫先咧，吹者，而且我嗱曬你是啲可能係咪啊啦？可能貴啦，很難。移花節目係啦，應該是。移花節目咧啦，呢度唔是做三級片。呢部三級片嘅打榜冇看到下卡啦。哦，你就佢看到係啦。三級片情輩啦，情輩。啊，你接觸啦，我看是林物啊，你接觸呢三級片都唔不攞佢嘢卡啦。你係咪陳錦？係咪咁？係咪陳錦蘭？係咪咁啊？咪啊？錦蘭咯。哦，許靖江好是唔是？徐錦江啊！啊，徐錦江嚇。嘛是冇看到呢個開翕。冇誒，香港嘅三級片，嗰啲是查甫爾嘿，查甫爾嘿。無啦啦，郭富城看到佢成個。查甫是較濟是看第一節目，好多看卡吹爾咯，卡吹啊。三級片。I wish 當大媽係小英嘅了好 save 起來，所以我放 post 時我係使放嘅 image 起去啊。你講我係good 啦，特別我試下喎。你過來啊！我都被成啊，都辦啊！我都被 trace 嘅了，大媽係小英嘅了啊 ，for my history。history 邊夠會嘛？我諗冇 history 啊，冇人會合咯。我要試，唔係我到底講我係 browser history 講我除掉。keep 住做 PPT 嘅，做咩 PPT？ PPT 係咪嚟？做 PPT 啊，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啊，嚟 show， 哎呦，對，做 PowerPoint， 用 PowerPoint 嚟做，拉講聽下你以前面放嘅夢伴咯，拉講聽。係。Before that，南西，佢俾講伊談另外一個獎，嚟香港嘅啊，因為當晚我哋是台灣嘅嘛。喺香港嘅可以 actually nominated 真係到一半，你已經無談嘛。嗰間攞清10個年可一做一出踏血尋梅，踏血尋梅，踏血尋梅，所以談了金像獎嘅啲咯，頭一刀，呢隻最好看，本來你使去看，攞清10個年嚇，踏血尋梅，踏血唔是踏血，踏血。尋梅，有一個大媽南西講嘅無雙，你們真係好看咯，你使去看。呢部無影，nominated 嘅嚇，無影，好看。因為我做人發本先至好看。啊，好看，有影好看。這係講有係個默契嘅樣嗬，我 feel 到。好看。安怎阿龍冇出隻聲啊？你可能。伊起來換小英呢？話林冰，伊起來話林冰，頭講林冰嘅，其實特別話冇識，我冇面講。係啊，我講嘛，我講入面有冇講？我要講你做得好，係咯，但係我講到崩西林冰先啊，真係講。嚟要唱下，要唱安妮達妹嘅歌咯，要唱安妮達妹嘅歌，嚟一個唱羅文尋張國榮嘅歌。我感覺到我你辦下，我今日即 episode 叫做用武大昂鬼學成。你什麼嚟？學成，唔是學啊，意思成咩嚟？呼成鬼呼啊！呼成咩？呼成啊！呼啊是鬼。你使跑啊，阿龍？你 WhatsApp 啊？鬼呼成嚇 ，WhatsApp 啊 ，please。OK， 即係我用 YouTube 放嘅，所以我會看到，太好看呢！睇風啊，一時睇風。睇我教你發，南山，佢係個領導這個位啦。對。佢係大，佢有成，因為我用電話放 YouTube 哦，一直頭嘣落去啊，會別啲嘅。哦，是啊。唔是放 YouTube 啊，叫做放個 link 嘅。我係 link 是我用電話，但係我冇用電話。哦，你用 WhatsApp 啫。我即係 play from 我係即係係咪？我 play from 我係laptop。
我叫你幫你 you left 特別是，我用嘢叫我特別用我電話了，是我 post 先㗎。嚇，你奇怪嘅。他幫我解釋，我打到一掛就係。我幫佢去了。對。thank you。夜三屆水。一稱我目鏡。可以再追。把你跳舞啊！呢這是一部想 overdo it 啦，我覺得以前就是成對到呢個風啲嗰啲導嗰種。是看現場會笑嘅啫，直頭掂嚟可以啊！喲！我俾阿作掂，我俾袋喺邊當長頭啊！咁頭一掂出嚟，掂出去底邊個可以？你掉你啊！啊點啊？一叫食叫你點解叻佬去啊？有機係嚟個嗰個舌頭立掉嘢頭嘅。笑啊笑咧！你部因為你這是官還是靠，是你部開你官嘅係啊？係咯，我情嚟講，情嚟講。啊，照都講未 ，sorry，冇聽到你講咩對嘛？我講你可能叫佢 keep backstage 啊，但係全部講 Aaron 國行。呢部可能見嘅啦 ，so far 我哋估嚟啊，呢部可能見嘅啦，呢部成日係你，even though 亦 pro politics 嘅 view 啊，呢是點就 low profile 嘅 support 你啊 student 嘅啫。即係 low profile，呢個 private life 係咪㗎了？一般部係咪嚟冇可能看到？呢部真係 pro CCTV 嘅，我哋 view。依家古天樂差唔多像哦。我 pro 香港啊，做 charity。OK， 嗱，唔disagree。伊唔知無了解，唔是講伊無數格咯，就係我垃圾，伊唔是，伊無咁樣，伊唔是講伊無了解，伊無未曉郭富城，伊是無數格。我唔是無數格，我是介意嘅，我是介意，我每一隻就無食嘅。杜好，我無冚聲，我夾手你買你看。你杜好。杜好咯，佢咪卡手嗬。OK， 我 OK 啦，差不多啦嗬。是打，是打。阿妹一條歌。嚇 ，OK。條大包裝。阿妹一條嗬是伊第I think 2010年出嘅 album 咪是11年啊，驚死人。伊是要出嗬，伊出道20年嘅 anniversary 出嘅 album，所以講今是30，伊31年咯出道，今年真係31年。然後這條歌好像是周杰倫寫曲嘅，所以周杰倫 actually 因為跟周杰倫合作咯，周杰倫寫歌給伊咯。然後一個一條好像是周杰倫同方文山寫詞給伊唱嘅，特別嘅我冇放啊啦哈，我放這個後尾一條歌叫《永遠愛不完》。永遠愛不了。哈，啥對你愛不完嘛？頭一個 album， 所以20 anniversary 有永遠愛不完咯。你繼續接論。哈哈，看個以後啊未嘅，滴滴答答。冇個是真翹舌音個。你輸。啊對，你最出名嘅 style。我不想偷偷對你說我愛你，愛的呼喚沒有距離，給我力量，再不怕寂寞。有緣相遇，我們一起好好珍惜。難道你現在還不知道？不知道，一條條知道嘅哈。我的心，我們把這一刻變作永恆，心中的歌唱入靈魂。我為你奉獻我最好的情歌，只因為對你愛不完，對你愛不完。我們說好永遠愛不完。Cute 啦 ，tribute to I mean mention 到都一定到誒。對咯。
周杰伦，介周杰伦的时候是周杰伦写好也好，知道是？是周杰伦寫 compose music 嘅，然後 lyric 是也 manager 咯，小美哦。一是比較像是不知道比較。也翹舌音加檔哦。不知道。不能用拼音下嚟學華語。你別人講回去，不知道嚟講不知道。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這是幾年？2010年。日本10幾年哦。11年啊。不知道那個。因為一個冇出 album 嘛，講見一出 album 冇咪人買啊啦，看講見哦。還沒超標下。冇一啲新嘅廣告是 HSBC 嘅。Loyal customer。切合岁岁年年，当你向我唱出这首歌，跟我说对你爱不完，对你爱不完，我们之间永远爱不完。單人係小英嘅無人係小英，係咪小英？呢個咪就咩永遠愛不完啊！哦，這個哈，後尾一個後尾咪小英哈，等陣下，冇辦法名字呀，我係啊，哦，要掃下，哈，掉嚟一超你看成個白人講咪款，哈，你係聽啊 ，Never Ending Love， 你叫阿車報表啊，英文英島善仔碎碎。你做下都陣 share 未？你俾 share 我除掉，你俾我 share。關英嗎？你俾我 share 下，我 share。OK，我 copy 啊，我 paste 嘅。關英嗎？報表啊，英文人鬥善仔碎碎。博嘅胖胖。因為啊，伊真正伊 fit 咯，因為啊真正 fit 咯。你看伊做 concert 你個仔真正 fit 嘅。個十幾歲個 OK 啦，答案個 im keep 掉嘅。你期間60幾、70幾歲，你看做潤發人家了就是袂曉誒。Maybe 伊會啊，伊 always fit 誒，一來因為是單身嚟嘛。fit still 會 fit，上家你做潤發本 still 會真係 fit，but 面就是看。面袂啊。老誒嚇。誒，特別老誒好看誒。老誒看有你老暖個啊。40、80幾啊嗬。幾哩有你 ，My God。特別有人80幾嘛，咯係安怎？你有人揸幾哩？你咪有人揸幾哩？幾哩啦？伊紅險伊係安尼老曉安尼型啊，我袂得閒。我們袂得閒。誒，白刀我特別看，但是我安尼老啊，白刀本是老曉嘅，我看。你老曉嘅呢？安尼高官啦。I think 唔要緊啊，老啊，還是你目睭冇咪快掉啊啦，是。目睭冇咪快掉。你有係你 elegance 啦嚇，都咪留㗎你，哇幾好食。誒我朋友，我留一條時我就穿咗對唔？你 realize 之前 always 穿到 neck 嘅喎。一冚一眼冇關條數。一眼冇關條。Q 㗎了嚇，Q 是咯。Q 㗎嚟頂咩人 Q 咪是 Q 去頂面，你 Q 嚟頂。我有笑起來嘛，笑啲一啲會咩？你對住嘅事，佢嗰陣時佢人阿莫官啊鬧實夾筆啊，到底做緊 ？Oh my god，買啦，幾啲優惠。唔係你揾。所以誒，人家鬧自本嘢是笑夾筆。就是咯，會鬧嘅。唔嚇，上家都講林志穎嘅款我唔知80歲時啊，仲嗬。喲，見那邊啊，流確嗬。一個時咧，款裏邊都款你講幾50歲啊？我特別就好看了。人家 spell 裏面我會對佢當幾咩聲音？林志穎 ，Jimmy Lin 啊 ，Jimmy Lin，Lin，Lin 啊。
LIN。然後我看看伊 today 上映，我未見呢條。你講翻病去啊 ，John。Oh my god！ 出14年啊。有啊，因為是10個月啊。我未見呢啊 ，actually 我看到伊 and down still，特別我真係除 today actor 啊，我寫2020啊。當然是2020，當年玩得未記。佢係 news，佢大 Google 佢答頁面後佢 news 咯 ，news 佢係講 recently 嘅新聞啊嘛，然後有葉小英嘅。ini bin kapong lah. Melihat aktivitas Jimmy Lin kakak bohong yang awet muda di usia 20. Tapi orang kata ia QQ 啦，連伊嘅 hobby 本解上咯，就話本是走車，本是走車，本是樣成啊，我就是伊就是講成個郭富城嘅細漢嘅一個嚇，實係對。一直頭我想nah Ijeng ko sosok aktor Jimmy Lin pastinya sangat akrab di film-film Mandarin pada era 90-an. Ia kerap memerankan sebagai kakak Boboho di film Shaolin Poppy. Shaolin Jimmy Lin terkenal di zamannya, namun siapa sangka dirinya hingga kini terlihat masih awet muda. Meskipun telah memasuki usia kepala 4, tapi masih belum kehilangan pesona. 就是你 news 出來是乜咧？唔是 Indonesian 嘅，就是 Indonesia， 因為有 persona， 因為我諗 Malaysia 就只有講 persona。 Memasuki usia 47 tahun, Jimmy Lin masih sering membagikan aktivitasnya sebagai pembalap melalui Instagram. Okay, 我傳了。會使搶啊！ikan Jimmy mengawali karirnya sebagai aktor pada usia 17 tahun. 17? 17歲啦，伊去伊丁丁，伊丁丁啊，可能看到伊講伊好看了，就出來去做伊啦。伊丁丁嘅，伊就規矩去伊丁丁嘅。OK。伊真水啦，伊名是水款。Wiki 先好，伊係老較好看嘅一些係咪？我感覺到。伊是台灣四小天王，是台灣嘅吳奇隆場金城武。台灣嘅。四小天王，我感覺伊好，伊大下老較好看，當然。定咪細漢時見那邊咯。伊小車本啊嚇，伊是小小嘅。OK， 感謝你人教我人做呢隻廣告，幫我聽呢隻歌。你我看下，那時我有點聲無半段，人講去拜關嘅嘛，無比我啫。但是我無半段嚟講，我係幫小英去咯。人看小英樣到底 YouTube 嘅人看個別咧線咯，即講就。你直接放在學校應該咯。愛波比，我嗰度聽咗之後，如果度聽，然後嗰件事佢係嗰隻小英嗬。是波比人去放小英嘅，唔知係咪對波比嚟嘅。唔係，我記下浪嘅嚇，你有浪看寫一點好啊，你去吹小英嘅事，浪記到啲咩好啊？然後我講 still 條 edit 都滯哦，我條 still edit 都滯啊，我好多隻 folder 咧，浪係啲 folder，你浪幾難人嘛，浪係半 ，OK， 我就是first 45 minutes 然後讓佢聽一隻 segment， 讓隨我們係小英，然後你寫單幾 minute 幾下咪有啊？That is my daily work 啊！你冇個叫我 weekend 個做下你物件。你行那是冇係講我一人就做個了。正義，我咪 weekend 做咯，個 weekday 做。我咪做緊。你講嘅是個 weekend 咪做嘛？你講嘅是個 weekday 點先係做啦？咱困。禮拜有第八話哩。第八話哩 off 呀，我就冇 off。冇，你唔是叫人停止做嘛？我可能落3禮拜做啊。我係轉做，意思講我隨小英學攞你啊，是唔是？我讓聽咯，你聽人講嘅小英係，人聽人講嘅小英咪是好啊。我會記講後面。我係記錄埋小英。我係時記伊 recording 後啲人，你讓愛去搬，你是做頭1點鐘嘅，係咪台能浸頭點2點幾鐘啊嘛？所以讓看到成講哦，這邊你係係叫小英，即係係邊小英是，你讓記小英特別要緊，你特別。對你 order like what time 啦，你咁講。sequence 啦，攞嗌嚇。咁好啊咯，攞好啊，教你做啦。time stamp 嚇耶，感謝你看啊，啊落 good 啦。係啊，落聽做呀。
咱特別分工合作嘛，咁咪我唔使做結婚，我唔使做結婚。我唔嚟㗎。所以，等我看一句起手嘅南西我家長阿玲，我曬咧傳你個死嘅啦。要走佢啊！照條走。咁你走得快好世界啊 ！OK， 咱三人做好，我搬三份咯。Because 後尾是集我有效應，所以我會使做後尾是集。Because 我 still 我你我 copy 嘅，拎緊了 still 有啲噶嘛。一頭前期先上講佢哋 Christmas 入面期啊，佢哋。但係咱看 Christmas album 入邊去，咱講隻 Christmas album，佢一條歌曲。After that，before that 我都冇啊，伊 link。So， 我教人講人聽第幾集，你講係咪點寫？早就我做淡聲咯，同埋就是啦，特別看，唔緊啊 ，anyhow，唔緊啦，冇法啦。咱看 YouTube 嘅人，我特別感謝，咱特別感謝南西阿玲教我。你唱你插意思，變咗碎碎啦，唱你插意思，唱插意思，唱你強緊，唱你緊啦，乜強緊，即係我一個落嘅就你愛做乜做乜就強緊咁樣。老咗 ，OK， 感謝各位收聽，咁當會你唔嚟。阿媽強㗎，人本嚟實感謝你人，了個有大地嘅人，安尼這人來支持我人做對你愛不完，武大王貴胡城啊，同埋你唔就係龍江名啊？胡城嚇，貴胡城啊。呼聲，貴呼聲，試下可以叫係，而家係鄧人，而家係你阿龍 ，BDO， 唔是 BDO，你叫咩你叫咩嚇？等時係特 B 羅馬字嚇，寫下羅馬字好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大丁即係主持嘅嚟甲幫做這節目，真正留咗聽6點幾鐘聽過來耳啊超酸氣，你個咧發咧大唔知圈大把圈咪個擺，咱唔 complain 咧 ，because 我 still 會聽幫 stereo 嘅好聽嘛。Bye，各位聽眾，下個禮拜過嚟再見，各位 bye。Bye。